继续来到高雄林雅区这间4楼阁塌起嚟的铁皮透天厝，昨下晡嘛来火烧厝。这个火是为1楼开始烧，才一打久啊，就烧起伫3楼。一个19岁查囡仔走到3楼的阳台化救人，但是消防队赶到位的时阵已经未赴了。这个姑娘啊，烧死伫个火窟。家属看到人红滚出来的时阵，放声大哭。火伫这间透天厝一直烧。 大火兼冒烟，阁一直有爆炸声。民众拢惊一条，警方赶紧叫因离开。这个时阵听讲，这个透天厝内面还阁有人。还有人在里面呢。消防队员赶紧拍火，真无简单，火才控制掉咧。也毋过掉入内底这个19岁查某囡仔已经无命。家属看到人滚出来，情绪失控。 高雄林雅区这间4楼塌铁厝的透天厝火烧厝，死者甲爸母还有姐妹仔，佮大伯做伙大，当时敢若伊甲大伯伫厝的。因阿伯有出来，因阿伯伫楼骹，伊讲住3楼。遗憾的是，这个囡仔走去3楼化救人，依然无及时被救出来，互家属悲痛万分。警察人员初步判断，导火点应该是伫透天厝的1楼，导火原因还阁进一步的调查。